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米二台收睇呢個特備節目，係講香港經典杯嘅。今個禮拜日3月1號沙田馬場跑11場嘅草地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中午12點半鐘，跑道係用一條中中地嘅 B+2欄。星期日係大賽日，有2場主要賽事舉行嘅，包括第7場三冠大賽嘅第2關香港金杯。但係呢一場咧出馬得6隻啫，戲碼就麻麻地。咁反而咧第9場4歲經典賽事系列第2關香港經典杯咧就出足14隻馬 ，B+2欄出14隻馬，會唔會陣上咧有啲阻滯啊？有啲馬 B+2欄會唔會有跑道偏差啊？會唔會有啲馬擂台等會跑差啲啊？哇！呢樣嘢真係有啲變數噶，唔係一定搞得掂噶，即係小鳥天堂同埋數字天文係嘛，2隻擂台等喺度噶啦。究竟大米點睇呢樣香港經典杯呢？一陣就自有分曉啦。究竟點揀法？一定會俾個心水推介俾大家嘅。至於得唔得係後話啦，係嘛？分析一定分析到位嘅，當然係我嘅意見啦。咁喺傾呢一場香港經典杯之前，不妨重溫一下第1關賽事香港經典1哩賽丁冠豪馬房呢一隻小鳥天堂點樣喺直路最尾衝100米啫，就即刻可以輕輕鬆鬆彈得2個馬位贏馬啦！一齊去片睇睇先。最後200米到啦，美麗星辰透出啊，埋邊追有喜尊龍啊，出邊追仲有小鳥天堂，中檔位置仲有晒啦，最後100零米，小鳥天堂如入無人之境咁衝上嚟贏出呢場香港經典1哩賽啊！好啦，睇完條片翻嚟啦，犀利，非常犀利！呢隻小鳥天堂末段時間最嬲尾400米做22秒51，係全組馬裏邊唯一一隻23秒以內嘅馬，同埋最嬲尾嗰200米咧係做極速時間11秒16噶。嗰段後勁嗰段爆發力咧真係金槍62.0咁犀利啊！所以禮拜日呢場香港經典杯咧，雖然係再加多200米跑1800，都定必成為大熱門噶啦。如果能夠發揮到呢一段後勁出嚟咧，應該都冇馬可以阻擋得到，估計係咁。喺節目開始之前，一定要呼籲下大家訂閱大米講馬呢個台咧嘅節目，好多人睇，咁但係咧訂閱人數咧就仲未達到理想水平，所以如果支持大米，一定要訂閱大米講馬，同埋咧俾呢條片一個 like， 加埋咧分享呢條片出去 ，share 條片俾大家嘅朋友。咁當然可以留言支持一下我嘅，咁俾啲心心啦、表情符號啦，或者笑面啦，都係對我一個好好嘅支持嚟嘅。係咪真係小鳥天堂係贏緊啊？呢一場係咪真係完全冇對手啊？咁當然唔係啦，但係真係喺實力上稍為高啲嘅，但係都有個變數啊，因為香港經典杯就唔係跑1600，係跑多200米1800。跑多200米係咪可以同樣發揮到呢段後勁出嚟呢？就係都有少少問號嘅。咁睇睇呢場第9場香港經典杯個排位先啦，慢慢再講啦。咁出馬滿額14匹，但係呢，即係由於4歲馬嚟到依家季中呢，都有啲馬跑得好啲，跑得差啲，有一啲呢就喺比較低嘅班次跑上嚟呢。咁難免就係造成咧嗰個評分上有偏差噶啦。1號小鳥天堂掛頭牌咧係103分嘅，去到最嬲尾嗰隻14號啱啱搭到尾班車嗰隻紫荊盛世咧係76分，講緊個距離咧係20幾分嘅。咁睇翻之前2屆咧，如果你話喺80分以下嘅賽區咧，真係好難走到入前4名嘅，除非真係前面嗰隻高分馬跑得比較差啲，或者前面嗰隻高分馬係適應唔到1800米呢個路程嘅啫。咁喺前一季咧，即係希斯嗰隻99維尊咧
69分評分都可以跑第四，但係前3名咧都係80分以上嘅馬嚟嘅。至於上一屆嘅香港經典杯咧，第4名嘅包裝福星咧都係講緊81分嘅，前3名咧都係講緊80幾90分嘅最少，咁所以就咁睇啊，睇評分啊，80分以下嘅賽區，我認為個機會係麻麻地嘅，所以9號打後咧真係稱低啲，好難同前邊嗰8隻馬喺個質素上邊啊，同埋嗰個能力上相提並論噶啦，喺現階段。咁所以9號打後咧係可以，我覺得咧就睇低啲。咁啊，有能力嘅馬集中喺1至8號。咁1至8號裏邊咧，當然有一啲馬喺個血統上邊啊，都睇落1800米嘅長力係爭啲啲嘅。當中較大問號嘅就係啱啱先喺香港經典一哩賽跑第2名嘅5號馬晒冷啦，加埋排個14檔添，係比較難克服嘅，真係。咁另外8號天星睇落父母兩線血統咧係可以跑到1800嘅，咁但係呢一場賽事咧，如果佢放頭跑，除非個跑道形勢係好好嘅啫，如果唔係咧，都好難走到入前3名嘅。咁所以1至8號裏邊又有2隻馬又比較，我認為睇低啲，就係5號同埋8號。喺咁嘅情況底下，就剩翻6隻嘅啫，就1號小鳥天堂、2號數字天文、3號鋭勝人生、4號白鷺金剛、6號美麗星辰同埋7號標誌宇宙，呢6隻馬比較稍為好啲啊。今場擂台等一定係香港經典一哩賽嘅冠軍1號馬小鳥天堂噶啦，毋庸置疑噶啦。如果係揀3隻馬裏邊唔揀小鳥天堂呢，係不成道理嘅。如果禮拜日呢場賽事係跑1哩跑1600呢，小鳥天堂呢真係可以合埋眼就買落去噶啦。咁但係由於增程多200米呢，都係有啲變數喺裏邊嘅。路程增長200米係咪可以發揮經典一哩賽嗰個後勁出嚟呢？呢個係一個問號啦。第二樣嘢，今次咧呢筆小鳥天堂係大家個目標馬嚟噶，大家都視佢為最大嘅勁敵，會唔會有啲針對性跑法睇住佢嚟跑呢？會唔會好似上一次咁好運氣喺末段真係俾佢捐到位上嚟呢？呢個都係一個問號嚟嘅。第三樣嘢，咁啊成日都講大賽騎師、大賽練馬師。小鳥天堂嘅騎師何澤堯，當然都係大賽騎師啦，係嘛？金槍60咁犀利嘅香港馬王喺何澤堯胯下都即係發揮得好好啊，係嘛？騎師我都唔係特別太質疑噶啦，但係咧練馬師丁冠豪個大賽功力係咪可以得咧？呢樣嘢我都有少少疑問嘅。仲有一個憂慮就係今次小鳥天堂排3檔。好似食緊個三文治咁，第4檔就係潘頓騎嘅鋭勝人生，2檔咧就係布文騎嘅白鷺金剛。到底潘頓同埋布文會唔會即係有啲針對性跑法去對付小鳥天堂？真係好難講啊！直路上邊係咪咁容易揾位？呢個都係存在一啲問號㗎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如果真係大家去孤注一擲投注小鳥天堂個獨贏呢，我真係唔建議嘅。但係當然你揾佢做馬膽去拖3重彩，我覺得都應該穩陣嘅，或者係位置 Q 馬膽。但係咪真係一定贏到或者入到 Q 腳，我都唔夠膽肯定嘅，因為跑馬係好多變數喺裏邊嘅。尤其是今次佢成為眾矢之的呢，就係一個幾不利嘅因素。咁啊，至於佢增長200米係咪可以即係應付到1800米呢？應該就應付到，但係咪最好嘅路程呢？真係一個問號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參考翻呢匹馬同父系嘅驕陽明區，同樣出自豪華房車嘅驕陽明區啊，亦都係前一屆香港經典一哩賽同埋香港經典杯嘅盟主。咁啊，驕陽明區增程上去跑1800呢，係可以應付到，但係一定冇跑1600咁好。咁佢嘅血統咧，其實同小鳥天堂都有啲相似嘅。母系嗰邊咧都係跑中短途1600米以下嘅。咁所以咧，
你話小鳥天堂係咪真係可以應付到1800米？我覺得都應付到嘅，但係係咪可以同1600米一樣發揮到咁強勁嘅後勁出嚟呢？我都係有少少疑問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你話呢一場即係香港經典杯，你話飛起小鳥天堂係唔合理嘅。3隻裏邊咧，一定要預翻佢一份嘅。好啦，小鳥天堂就講完啦，揀3隻一定要揀噶啦呢一隻。至於贏唔贏到咧，真係好睇丁冠豪嘅功夫同埋何澤堯嘅發揮啦，同埋臨場嗰個走位形勢啊，會唔會配合到呢隻馬發揮到一段後勁上嚟啦？係嘛，都好影響嘅。有陣時步速啊，唔係咁理佢，有陣時候慢步速咁啊，沿途搶口亦都即係有可能噶嘛，發生噶嘛，唔係冇可能發生噶嘛。所以沿途個走位形勢咧，都係會好影響到嗰個結果嘅。咁所以真係我唔建議大家孤注一擲買落去小鳥天堂度嘅。咁啊，但係揀3隻都一定要預翻個位俾隻1號嘅小鳥天堂，冇得唔揀嘅。呢一場最大勁敵咧，肯定係羅富全馬房呢隻2號數字天文噶啦。如果你話喺個路程上邊馬匹實力上邊去即係去稱咧，咁當然你話跑1600數字天文一定就唔夠小鳥天堂跑啦。但係論到1800米嗰個路程適應性咧，數字天文真係毫無疑問係得嘅。羅富全馬房呢匹2號馬數字天文，論到1800米嘅路程適應性咧，係毫無疑問嘅。呢匹馬勝在跑法主動，可以放頭跑，亦都可以跟手好位跑噶。呢匹馬喺澳洲時候咧，係唔係放頭跑噶，係跟住好位跑噶。咁所以今場如果真係有啲馬突然之間改變跑法，放頭跑放得好快咧，數字天文都唔係一味放頭跑嘅，可以吊住2、3位跑都可以。所以跑法咧比較主動啲、機動啲。咁啊，1800米咧亦都證明晒係得。呢一匹馬咧個實力真係都唔簡單噶，中長距離實力好好噶。今季跑咗3鋪，攞2冠1季，咁啊越跑越進步噶。上一鋪係喺香港第3次出賽，呢一場4-1場次喺2月8號跑嘅讓榜嘅本地3級賽100週年紀念銀瓶咧，就係跑1800米呢個路程啦。數字天文沿途放頭自己做步速翻嚟咧，直領到底，末段咧仲要彈甩後邊隻競速威龍2個馬位贏㗎。除咗贏到競速威龍之外，後邊安裕、安晴、禪聖輝煌、美麗同享同埋直線力山咧，都係年長馬，同埋喺香港咧係級制賽嘅頭馬嚟嘅。跑第2到第7名呢7隻馬，全部都係級制賽冠軍嚟嘅香港。咁所以雖然數字天文係受讓啲年長馬讓榜，但係咧呢個賽績係唔簡單嘅。睇睇呢場賽事，數字天文點樣贏法啦？呢個800米段處啦，數字天文咁啊都喺埋邊呢，就自己嘅順放啦。跟住響第2位嘅馬呢，就有呢隻就安晴嚟噶，埋邊呢，第3位有呢隻呢，就競速威龍上咗啲啦。出邊第4位粉紅衫粉紅帽禪聖輝煌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有直線力山、安裕啊，掟到最出係嗰隻美麗同享嚟噶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咗半個身位嘅。咁啊見到喘內欄上噶嘛，有競速威龍，中間追禪聖輝煌，大外檔嘅美麗同享啊，最後200米數字天文仲係佔先半個身位，外邊禪聖輝煌追緊佢，入邊競速威龍擠咗段唔多，出邊冚咗一段又係唔多嗰隻美麗同享，最出呢仲有隻安裕啊，最後100零米數字天文游刃有餘啊，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啊！好啦，咁啊睇完片翻嚟啦，呢隻數字天文真係都好犀利，好犀利嘅馬，同埋咧中長距離嘅路程咧得到充分嘅認證啊！真係澳洲昆士蘭打比第2名啊嘛，打比係跑2400噶嘛澳洲，所以呢匹馬論到氣量咧跑1800米係無疑問噶啦。呢一場雖然係受讓榜，但係沿途咧自己領放自己做嘅個時間，同埋末段咧受到啲年長馬挑戰，禪聖輝煌上嚟挑機，以為可以過到佢啦，但係末段呢隻馬真係鬥心好好，再發力彈甩佢，禪聖輝煌都俾佢鬥殘咗。咁後邊追上嚟競速威龍咧係冇威脅嘅，贏2個馬位，咁啊真係唔簡單嘅。頭先都講過啦，呢隻數字天文喺澳洲跑啦，唔係用
放頭跑法㗎，係跟手好位跑都得㗎。咁所以咧，應該就比較彈性啲嘅跑法。如果真係有馬放頭嘅，咪跟喺2、3位咯。跑法係比較容易啲嘅。咁所以如果呢一場你話揀一隻坐二望一支選咧，我係傾向揀數字天文做馬膽嘅。咁所以第9場呢一場香港經典杯咧，首選我係揀數字天文嘅。好啦，咁啊睇翻個排位表啦。咁馬膽梗係揀一隻比較少啲問號嘅馬啦。2號數字天文係少啲問號嘅，同埋練馬師都值得信賴多啲嘅。羅富全贏過香港冠軍練馬師係嘛？蔡浩瀚個徒弟，亦都係曾經攞過晒㗎啦。香港經典一哩賽、香港經典杯、香港打比都攞過晒嘅，仲有贏過國者級賽、香港杯亦都贏過主席短途獎呢啲。咁所以咧，論到大賽嘅成績咧，羅富全係勝過丁冠豪嘅。呢樣嘢都係我覺得比較買得安心啲嘅做馬膽。數字天文可唔可以幫全哥再贏一次打比啊？今季真係我覺得都好有希望噶。今季呢隻數字天文，睇下禮拜日呢隻馬可唔可以發揮到正常水準啦？梁家俊，希望你個走位叻啲啦，11檔唔驚嘅，跑法咁主動，冇馬放咪自己放咯，有馬放咪跟2、3位咯。所以呢，數字天文應該係今場比較穩健啲嘅馬膽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2號數字天文做馬膽，1號小鳥天狼做配腳，咁啊再揀多隻配腳啦。因為如果跑條1搭2呢，我諗係得20零30蚊嘅啫，估計有機會係咁熱啦，或者30零蚊啦。咁第3選呢一場就比較多啲選擇嘅。頭先都提過啦，1至8號裏邊再篩減咗5號同8號走，都仲有4隻馬啊嘛。咁當然大家可以，我4隻都拖晒，但係咧，萬一真係跑條1搭2出嚟咧，係要蝕水嘅。你話幾難搞咧？咁所以咧，揀多一隻配腳好啦。第3選擇3號瑞盛人生啦，4號白路金剛啦，6號美麗星辰同埋7號標之宇宙咧，都係喺我嗰個篩選範圍裏邊嘅。咁最後咧，我揀咗呢一隻。如果睇封面，大家都會估到我揀呢一隻噶啦，就係文家良馬房呢隻7號標之宇宙。咁啊，今次咧就改配愛爾蘭冠軍騎師麥文堅騎，排咗13檔，贏就比較難啲噶啦。但係萬一呢匹馬可以走到啲2233咧，條 Q 同埋單 T 3重彩都有少少分頭嘅。因為大家都覺得，潘頓今次繼續騎翻隻瑞盛人生，應該就唔會揸流灘啦，係嘛？布文騎白路金剛又排咗個2檔好檔位。另外麥道朗隻美麗星辰上一次就沿途就擺前咗啦，係嘛？因為排外檔迫於上前，咁啊望空嚟跑擺2、3位，可能都唔係咁啱跑法。今次呢個排檔又好咗啲嘅，9檔亦都有馬放頭嘅，加埋麥道朗再跑，應該都會跑好啲。所以呢3隻馬咧孭到啲飛嘅，反而標之宇宙咧排咗13檔，個跑法就比較被動啲。但係咧呢隻馬，我認為咧仲有能力上嘅。依家84分咧，都係一個虛分嚟嘅啫。點解我咁講？睇上一次香港經典一哩賽呢隻馬喺蔡明紹發揮之下，點樣喺直路上邊咧，俾布文嗰隻白路金剛咧係咁封住佢，最嬲尾100米多啲先至稍為望空，但隻馬咧係越追越近嘅。咁所以如果即係用白路金剛同呢隻標之宇宙比咧，今次我會揀標之宇宙多過白路金剛噶。睇完片先再傾啦。內欄第3，灰馬係威利金戰啊！第4位出邊星環啦，中間第5有藍衫嘅天星啊，內欄進佔第6位，喜尊龍啊，中間有晒冷，出邊係瑞盛人生啊，後邊嘅馬小鳥天堂啦，外邊有翠紅啦，要攞出去嘅馬呢，仲有風象啦，尾3藍眼罩有標之宇宙啊，白路金剛肯定係大外檔見噶啦，內欄咁啊響後邊入直路呢，仲有隻線路滿貫噶，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智勝神區佔先啊，美麗星辰第1隻上嚟挑戰啊，再見中
中檔位置追，有天星偷入邊上，起專龍啊，中外檔追嘅嘛，仲有瑞成人生大外檔白路金剛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美麗星辰透出啊，埋邊追有起專龍啊，出邊追仲有小鳥天堂，中檔位置仲有晒啦，最後100米小鳥天堂如入無人之境咁衝上嚟贏出呢場香港經典一哩賽啊！好啦，咁啊睇完片翻嚟啦，標之宇宙蔡明紹今季真係都幾黑仔嘅，上去布文騎嘅白鹿金剛埋邊偷位上，你真係都諗都唔使諗啊！布文專門封人嘅，潘頓都俾佢封死嘅，真係唔好話蔡明紹啊！隻白鹿金剛都唔係細隻噶嘛，你標之宇宙1200磅咁又點啫？一樣掉你翻埋去，想揾位出難啦，我走先啦。咁白鹿金剛走先，隻標之宇宙最撈尾嗰100米左右先至可以望空，當時仲距離白鹿金剛2個馬位嘅，但係咧可以喺100米裏邊咧收窄到咧貼近1個馬位咧，呢隻馬真係都好厲害嘅馬嚟嘅標之宇宙。論到即係香港經典杯1800米，標之宇宙啱唔啱跑？咁啊睇血統就一定啱跑噶啦。父係 Super Set， 母係嗰邊咧係小法寶，長力有根據嘅。唔止血統有根據，其實賽績都睇到係跑1800米係一定得嘅。點解？因為上季佢3歲時候咧喺挨近季尾啊，佢跑完3月9號咧就呢一場3班嘅1600米田草咧贏完咧就休息啦，就健康出現咗啲問題。喺3歲即係3歲中啦，都已經可以贏到1600米啦。咁喺今季咧唞咗成8個月嚟復出咧，一出田草1600米，亦都一出即勝啊！咁樣嘅賽績已經係充分認證到咧呢隻馬跑1800米係得噶啦。咁啊，上一鋪係今季跑嘅第2鋪，所以咧嗰個狀態咧，我認為都未起得特別好嘅。咁啊，跑完2鋪之後咧，今場咧應該個狀態咧係會進一步提升。至於係咪可以即係去到10足10咧，就一定唔會噶啦。但係90%左右咧係應該有嘅。咁啊，今次對住呢一紮對手，係咪一定唔夠跑咧？我都唔夠膽講佢唔夠跑，因為上一次都睇唔到佢真正發揮晒所有嘢出嚟。咁啊，今次咧就換麥文堅騎，麥文堅跑拉屎係幾好嘅，即係末段嗰個後勁咧都幾狠嘅呢位愛爾蘭冠軍騎師。之前騎一啲火悟空都睇到佢幾犀利噶啦，係嘛？末段嗰啲追勢可以跑到好好嘅，跑後勁。咁今場標之宇宙13檔冇其他跑法嘅啦。因為1800米咧就幾好嘅，前段揾位咧就比較容易啲嘅，睇下會唔會有啲形勢幫到咧，都唔使一定要埋到嚟2碟嘅，埋到嚟2碟更加好啦。當然拍到埋嚟，即係有機會埋到3碟喺啲好似蔡明紹咁擺偏後啲位置咧，末段就同你走一段，除非佢真係好想贏嘅啫。如果唔係真係好想贏嘅，盡量跑咧，跑一段後勁咧，應該有機會跑前3名嘅。跑唔跑到前2名就真係要睇下啲主要對手點發揮啦。你話隻瑞盛人生今次個排檔排好啲咩？上一次即係大家睇翻頭先嗰條片啦，經典一哩賽去跑1600米，佢沿途潘頓走位咧冇跑錯噶。其實嗰日嗰個場地咧都唔係特別有利埋邊嘅，擺2、3碟一樣可以嘅。各場賽事都好多都喺後邊追上嚟得嘅，咁所以瑞盛人生上一次潘頓跑係冇乜點跑錯，反而隻美麗星辰咧就蝕底啲嘅，擺前咗。咁所以如果今次俾我去排次序咧，我反而咧會將美麗星辰擺第4選嘅，白鹿金剛擺第5選，隻瑞盛人生我擺第6選嘅啫。咁啊，當然都要睇睇臨場騎師嘅發揮係點啦。咁我就希望標之宇宙呢隻馬未見晒嘅，今季應該係全熟騎嘅呢隻4歲馬，麥文堅騎帶嚟變數，潘頓已經揀騎咗隻瑞盛人生啦。至於係咪捱義氣繼續揀錯馬咧？賽後就自有分曉。唔通潘頓真係咁樣
揀馬一錯再錯，其實佢攞翻隻標誌宇宙係可以攞嚟跑嘅。依家益咗麥文堅，如果呢一場麥文堅跑得好，下一次跑打比咧，佢跑完先至翻愛爾蘭噶麥文堅，咁所以咧標誌宇宙鬥志無疑問噶啦。睇下呢隻馬係咪真係一如我所睇，上一鋪係有啲即係擠咗，發揮唔到佢應有水準。今次個狀態應該比上次好咧，路程亦都比上次更加好。我認為會唔會今鋪咧俾你見到真章咧跑到入前3名啦？博一隻半冷門咧，我認為呢隻標誌宇宙7號馬有得諗嘅。所以最後總結，2026年呢一屆香港經典杯咧，我就揀咗一隻比較穩健啲嘅數字天文做馬膽，配腳2隻就係7號標誌宇宙同埋1號小鳥天堂。可以買條單 T 127，再補多一條。如果大家喜歡買3重彩的話咧，就數字天文走1、2位，咁啊其他咧就標誌宇宙同埋小鳥天堂 fit 上去啦。希望數字天文坐2望1啦，咁樣去玩法。買 Q 咧就博27可以跑到入嚟，萬一小鳥天堂真係1800米爭少少，沿途走位何澤堯俾阿潘頓同布文食住佢，咁咧就有機會跑27啦，就係咁啫。咁啊博彩都要博少少彩嘅，但係如果你叫我飛走1號，我就真係飛唔走嘅，點都喺3名以內。我認為就係希望有機會喺博彩方面呢隻馬個發揮差少少咁樣，咁啊跑差啲嘅啫。但係你話呢隻馬如果真係適應到1800米路程冇問題，沿途走位暢順，留得輕鬆自然，好 relax 的話咧，都係1號有機會贏嘅。當然，輪到後勁跑翻上一次經典嘅比賽咧，係冇馬可以夠佢跑嘅，真係睇下到時嗰個情況點發展啦。唔知大家同大米嘅睇法會唔會相似，或者持相反意見，或者有其他覺得有機會走入嚟嘅馬會擾亂大局呢？大家不妨喺留言板寫一寫啦。祝願大家星期日話2場大賽都好好睇，我認為其餘嘅賽事希望都能夠得心應手，橫財就手，喺新正頭咧贏個盤滿缽滿，滿載而歸。下一次再會，拜拜。恭喜你發財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請過